4月2日世界地球日，北区华德社区透过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举办里来健行的活动。2月2号上午，伫里长宋南美玉的带领，走访里来6个公园。健行的活动对公园派出所边仔的厚德公园来展开。出席活动包括北区的区长李凤兴、议员蔡宗豪、许志春，以及北区的里长联谊会会长黄文忠，拢到场参加。4单拢中，我拢中摕30几张的第一名，而且是在全国的内政部也摕到绩优，真的是这样。非常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议员，还有我们的区长给我帮忙，还有我们的怡珍议员，还有我们的立委陈廷辉，大家来帮忙。祝福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这个愉快的假期，可以开开心心的看一个表演。那我们今天有音乐的活动，那等一下10点过后也会开放我们后面的海洋世界的气球，让小朋友玩得开心。宋南美玉里长安尼用心加来办这个活动，加咱就是咱加节能减碳啦还有咱一寡咱那个宣导儿童节快乐，还有今日咱的主题城堡要有那个亲子活动。活动中除了进行责任检讨、甲租税的宣导，现场还有大型的充气溜滑梯，以及附近文玩甲日令国式的弦乐团演奏，为活动带入最高潮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